基美医学中心伫去年底分别前往北门区、嘉义区两所偏乡小学进行义诊，结果发现伫159名受检学童当中，有6人心脏病筛检异常。但尽管医师表示，根据国民健康署2016年到2019年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显示，7岁到15岁学童曾经被医师诊断有心脏病比例为1.2%，但伫心脏病筛检第2档健康检查项目并无普及。虽然这次到偏乡筛检样本并无多，但嘛有找出6人有异常。心脏筛检是非常重要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儿童往往有一些心脏疾病，那自己不知道有这些问题。那因为小朋友也不一定敢表达，或者是不懂得怎么表达。那有的时候就是在运动过程中，他就会觉得不舒服，稍微动一下就会喘。那其实是有一个心脏问题，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借由这次的机会我们就去做一个心脏的筛检，那也发现呢，确实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心脏的问题。那后来我们也提出一个口号，叫做1胖2喘3筛检这个口号，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是体重偏重、比较胖，那运动也容易喘，那我们就建议来做这个心脏筛检把这个病童的这个心脏问题可以把它揪出来，然后加以处理治疗。但医师进一步指出，台南市儿科医师总数无到300人，平均每一位医师服务的儿童人数高达973人，加上台南市幅员辽阔，偏乡学童会当分配到医疗资源相对较少。所幸基美医诊团队得到医材厂商响应，提供携带型的心脏超音波以及12道层心电图等仪器，方便前进偏乡进行筛检。但尽管强调，儿童心脏病初期症状并无明显，一旦错过黄金治疗期，可能会造成心脏病变，唔通轻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